为着协助因为丹那市风台造成客家损害无法度大的灾民，市府推出丹那市风灾灾民租用货柜厝计划，对今仔日开始到8月31号开放到各区公所登记申请，租期是对今年9月份到12月份，由市府补助大部分费用，灾民只要负担每一柜8000块。这个将来在使用这个货柜的部分，它必须要在受灾的行政区内。而且自己要去找地方，而且如果这个土地不是他的，必须要取得土地所有人的同意，而且日后如果因而有纠纷的话，可能要自行来做处理。另外，台南市政府含中央部会嘛分成17组利用灾区，协助灾民每下修缮资源，会刊估计以工务局负责的客家、北门以及将军等3区为例，有修缮意愿的案件有38件。那目前各区我们都有安排7家以上的厂商来协助修缮。那我们在昨天也在学甲公所来召开一个厂商说明会然后分配相关的厂商的一个责任区提供相关的一些那个修缮厂商的名单供民众来参考，可以去直接也可以去媒合也可以或透过公所这边来申请，我们后续都可以来协助。而台南市丹那市救助金发放状况，截至到7月31号，已经拨款2625件，总金额将近5960万。后续将赶紧审查作业，市府嘛呼吁还未申请的民众赶紧提出申请。台南市民所海陈报道。